交通部觀光署最近是有推出國內旅遊的補助，不過所有網友去甲旅宿業者問介紹時陣，聽到講要使用補助，那像就有烏白化價的情形出現，引起大家討論。這觀光署就表示講，若種業者是趁這補助期間咧烏白起價，除了要取消補助，嘛有可能要來罰錢。每年都有不少民眾會佇國內佚佗，不過根據觀光署的統計，去年差不多67.2%的國人集中佇假日還是週末佚佗，有將近8成的人是選擇當日往回，為了引導國人為假日當日遊的旅遊形態轉做普通時啊過暝旅遊。觀光署9月開始推出觀光雙輪出動方案，解說各路超大算法。國內會比國外好玩多，不管那是說費用，你可以就可以自己規劃啦。因為這個可以申請的話，就大家的權利嘛，就是加減補助一點也不錯。平常有一些剛好碰到休假的人，他們或許能按照這樣一個優惠去觀光旅遊，跟同時期來比的話，我相信應該在2成的話是應該是有的。觀光署的國旅平日補助為9月初開始到11月30，一般地區第一案補助800，第二案1200，攏總補助2000塊。不過這陣有網友大文指出，詢問業者有關9月初2大、9月初3退房的加大雙人床，原先業者表示優惠價是1000，不過這個報價無適用國旅補助，若是要用國旅補助，會以原價報價。網友數來問原價介紹，業者回復原價1480，扣除國旅補助實付680塊。外界關心參加平日國旅住宿講座的業者，敢會因為安尼提高平常時住宿的介紹？民眾如果真的有遇到覺得是有抬高價錢這個部分，他可以跟地方政府來檢舉。如果投訴，我們一定是直接可以跟中央來檢舉，具名舉報，然後提出到底是哪一個飯店，讓我們去做查緝。這個規則可以說，我就是參考去年價格，在一定範圍之內是覺得可接受的。可是如果漲太多，顯然你就不需要被補助，所以是可以把它例外排除。觀光署表示，若是民眾發現有業者提高房價，會當提出檢舉；若是查證屬實，除了取消補助資格，嘛會當依照觀光發展條例採取，由主管機關限期改善，還是處1萬至5萬的罰鍰。記者採訪報道。